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台，我是面张伟民来关心有这个店员哦，咱讲苦劝这个人客滴水暗所引发到这个杀人的这个动机啦吼。咱看讲桃园一名超商这店员，有影真尽心尽力哦，伫咧防疫吼，即地爱做好势哦，无落错。啊，咱讲看到人客无滴水暗，煞被对方吼举刀啊来防毒死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自5月哦，这个咱台湾本土疫情爆发以来，中央就规定讲吼，出入这个公共场所。 拢爱来滴喙炎，啊！台湾咱讲吼，防疫做了真好吼，但是无滴喙炎的人也是有啦吼。尤其咱看到讲无滴喙炎，吼行入去超商吼，被店员苦劝了后，竟然是见笑当上去啦吼。那咱讲这个桃园这件案件呢吼，这个桃园遮吼是这个11月2日的时阵发生着这件代志吼。咱讲这阵吼，今年已经有5件这款的这个代志发生。屏东咱嘛看到讲吼，甲这个目睭拢挖出来，险啊青梅案件。台中市吼超商嘛有这个男店员吼，被咱讲酒醉的这个查甫人举这个玻璃杆啊吼来拍啦吼。 地叔伊的这个头部嘛有一寡这个受伤啦吼，另外鼻仔骨嘛断6根啦吼。咱讲到吼，这个嫌犯吼，这回吼，这个嫌犯伊是一个在一个这个纸条师啦吼，伊过去的这个职业，也是讲伊这个行业拢总袂歹哦，但是伊其实有精神上这个困扰。内政部吼看到这个案件，就安怎讲咧？伊讲吼，即阵咱就要加强着夜间巡逻吼，爱提悬咱讲看见。 警察的这个比率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咱嘛有来讨论讲，是毋是即阵这个翠暗的政策会当来偷偷啊啦吼，还是讲吼豆豆啊来松绑一下啦吼。另外咱讲吼，暂时这个卫福部嘛讲到吼是未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因为这件案件，咱嘛看到讲，指挥中心有甲咱讲吼，即阵。 改用广播吼录音的这个方式来取代口劝吼，因为咱讲到已经发生着5件安尼这个事件吼。另外咧，有的这个超商嘛讲，即时就要开始讲，无要过来强制提醒讲，或者无挂喙暗的这个人客啦吼。透过今日咱的节目，咱就要讲到吼，超商真正即个这个店员啊，有影心酸辛苦，但是咧，因为上夜班呢。 啊，拄到即款的这个情形，伫咧社会上，也是讲直接有精神的这个病患吼，咱安怎透过社会安全班的这个方式吼，甲咱的这个社会安全吼，真正尽心尽力吼，甲维护起来，莫阁有即款的这个歹代志继续发生。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新光病院精神科主任钟孝文，主任好。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帮甲警局咱的这个警员赵炳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左边哈。第三位咱邀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碧芳教授你好，阿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吼，咱看到讲这回这个暴力攻击哈，直接哈堵入去伊的这个心脏哦，害这个店员直接无性命哈。咱来先看这个报道。 超商店门口有封锁线，大楼清洁人员来清理火热。礼拜透早4点，一个41岁姓张的查甫人无挂喙罨来超商买物件，去互店员阻止。伊转厝摕喙罨塞倒来买物件，甲店员冤家，将喙罨弹伫店员的身上。姓张的查甫人尾仔第3届过来到便利商店，涉嫌摕身上藏的刀向店员渡几落刀。店员奋勇抢下刀刃后，在超商门外失血过多，不知倒地。民众目击报警处理。 范闲在离开时被赶到了远景制服，店员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范闲疑似有精神疾病，就医情形，目前案情厘清中，全案依杀人罪侦办。警消缉捕前往现场时阵，店员已经唔知人啊，倒边胸坎一直后悔。虽然第一时间送医，暗过抢救救无倒来。这个意外发生伫透早，都是便利商店大夜班的时间。 店内敢若一个店职员上班，无人支援。店员爸爸知影这个消息，赶到现场，相当悲伤。 很怪，很正常啊。那发生不幸，你没有办法。政府除了要这些员工来，做这个防疫的这样子的措施之外，也要督促雇主要对这些员工在执行这样子业务的时候有多一点的照顾。 工商协会指出，这个毋是头一届第一线劳工协助政府防疫发生工伤事件，包括9月底发生伫屏东有女店员互查甫人攻击目睭；10月底台中也发生超商的大夜班查甫店员提醒人客挂喙罨去互拍。大夜班员工原本伫工作的时阵，都爱一个人面对各种的突发状况，即马也搁爱协助防疫的压力。政府甲雇主应该互因搁较侪资源，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是啦吼，咱希望即阵吼，即款的这代志莫阁发生吼，所以咱透过今日节目，咱就好好啊来甲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吼。是安有一寡吼情绪，也是讲精神上有一寡这个毛病的人啦吼。其实咱讲伊是这个社会站吼，咱必须要去关心的这个人吼。啊，但是咧，这回咱嘛看到讲，伫咧防疫真正有够尽心尽力的这个店员吼。伊讲你无挂喙炎，就无互你吼结束啦吼。啊，但是直接就起一寡这个冲突啦吼。啊，是毋知影咱讲吼，这个对话这个内容。是毋是这个店员有去甲刺激无？这咱拢毋知，但是咧，咱嘛知影这个店员真正尽心尽力。啊，另外咧，吼，伊阁是3入3出这个超商吼，颠倒吼，看到伊可能已经情绪上有受到一个寡影响吼。啊，这寡情绪上，咱嘛知影吼，社会上哦有一寡咱讲无法度去吼接视落来看出的人。啊，但是咱要安怎先来甲吼这个部分吼，尤其伫咧面对的时阵，咱有一寡。口气上，也是讲面对这款人的时阵，店员会当安怎做？咱等下好好来讲，就讲精神病患者，咱安怎来应对？我想这样发生这种代志，当然大家非常的遗憾吼。啊，第一，我想爱互大家使了解，就是讲精神患者并无一定都是有暴力攻击的现象。OK。吼，啊，全世界咱咧去研究去看的时阵吼。大概精神患者甲一般人会去暴力攻击吼，比如是差无偌济。哦。但是差是差伫倒位，就是咱精神患者的即个攻击吼，拢甲正常人无啥共款。OK。讲出其不意啦，吼，所以大家都当较无戒心啦，吼。啊，我遮有一份，就是讲，阮精神科医师吼，伫迄个较严重的住院的患者的时阵吼，咱要安怎去了解讲，可能即个病患吼。有可能有攻击的迄个风险，包括讲，伊可能讲话就愈来愈昂声，是，吼啊，迄个行为吼，都愈来愈极端去，吼啊，脑筋啊回乱乱，讲诶你都听无啥有，所以等吼，啊，遮啊，就是咱来去注意，讲啊，这可能就是有暴力攻击的迄个风险，所以咱国际上咱嘛有一个所讲迄个暴力攻击的迄个风险的迄个。评估的工具，啊，这个工具呢，就真简单，就几啊条，吼，啊，这甲咱讲，就我头仔讲的，哇，讲话较昂声，是，吼，啊，另外呢，就是讲，有可能较极端啊，吼，啊，讲话灰落落，吼，灰煞煞 ，OK，安尼，就感觉讲，这可能就危险嘛，吼，啊，另外我想，看一寡报道来讲，吼，伊就有来提醒这个迄个超商的迄个人员吼，啊，你咧柜台后壁啊，卖出来。OK。所以，阮伫咧精神科咧讲的嘛是共款讲，咱若甲即个有可能有暴力攻击的精神患者，咧甲伊会谈的时阵哦，啊，你毋通徛咧迄个厝角遐，啊，伊徛咧门口，伊走无通走的。OK。吼，所以你咧徛咧门口，吼，啊，伊伫内面。所以共款，咱超商的头仔咧讲暗时的时阵吼，半暝，迄可能就精神较无。稳定的患者会走出来，所以才会讲，这超商即马就讲，安尼半暝了后吼，大家较注意的。尤其咱看几啊件除了精神患者，另外就是啉酒醉的，是啊，灰茫茫的，啊，讲话就灰落落的。是，所以我想，经过这个代志了，大家应该爱思考是讲，咱规个迄个社会安全网内面，啊，尤其对咱这辛苦的半暝咧工作的这超商的这员工，因都有较大的风险，会拄到这种暴力攻击的人。所以咱即马其实咱政府对，比如讲咱的消防队定去救难啊，还是讲有一寡训练。所以是毋是讲企业对这超商咱来做个之前的一个训练，讲咱拄到这敢若灰有风险的患者迄个攻击的人的时阵咱爱做啥物基本的风险我想。迄个警政署呢，毛对这迄个超商有迄个警民连线 ，OK， 所以你试咧警察可能快打部队落来，所以我想这是爱一步一步爱咱规个咧相关的人员来做迄个职权的训练，安尼防止另外迄个暴力迄个
悲剧的迄落发生啦吼，超商伫遮啦吼，企业家可能嘛当办一寡咱讲吼，伫咧事情啊吼，咱讲一寡伊要去就业的这个时阵，咱就会当吼，互伊一寡这个职业训练吼，包含着安怎应对这个人客也好，甚至讲安怎防身啊，这非常重要。但是咱讲着防身，才是上歹去拄着这步啦吼。伫头前这个应对的这个时阵，咱就爱好好来做好势啦吼。若真正爱防的，嘛是有几招爱互观众朋友来去做了解哦。尤其咱讲真正伫半暝上班吼，尤其一个人啦吼，超商吼，搁要减人力啦吼，真正若是拄着这款代志，毋若是讲吼，咱着吼爱去苛刻啥物这个部分尔吼。其实咱嘛会拄着吼，亲像头拄啊啉烧酒醉的等等遮。咱拢爱做一个应对啦吼，咱嘛知影这超商吼，这个店员伊真正是亲像这个吼Superman 共款，啥物物件拢爱会晓吼。情绪这个部分尤其重要，咱先来请教吼左边啦吼，超商遮伊会当安怎来防止家己受伤咧？咱今仔日虽然讲的这是关于喙炎的问题，其实平常时你伫超商内底吼，有迄个无排队的啦，可能嘛是有可能冲突，迄个偷摕物件的啦吼。所以咱知影超商伊伫半暝吼，伊的迄个现金有一个限制，袂超过5000块。是，伊这就是为着安怎，就是讲万不幸真正有人要来抢超商的时阵吼，你就互抢，上加5000块损失安尼尔，但是人莫有代志吼。所以其实吼，第一个原则就是讲，你的人的身体安全吼是上重要的代志。你其他你有挂喙炎无挂喙炎，你若真正无法度主动，你就莫挂嘛。你袂讲无挂喙炎行过来1分钟佫走出去，你就着病，无可能安尼啦吼。所以讲，你对于即件代志吼，你有需要讲，你一定爱足要求到，伊一定爱做到。这无一定。你像录影机吼，你甲录起来，你甲卫生局还是甲警察机关检举，事后伊会去发。发有发无，迄个伊的代志，但是你爱保护家己的安全，莫甲伊冲突吼，这是第一个吼。这不管是毋是喙炎，还是其他的代志是安尼。第二就是讲吼，你若万不幸啦，甲人有发生冲突的时阵，你的这句咧爱咬我开，是吼，无接触就袂伤害。一般的超商因为有柜台嘛，你若徛伫柜台的内底，除非是像美国大家拢压枪啦，若像台湾吼，伊要甲你拍甲你讲，其实摸袂着你，就算讲摸着。伤害嘛袂大，第三就是你的手头吼爱有物件。我讲的物件，毋是讲我摕一支笔搭，是讲我摕一支刀啊，因为刺激对方，伊会甲你压起来，伊会压起来。是，但是爱准备啥咧？譬如讲我边仔有一个包裹，还是讲我有一个皮包，一个公事包，是，伊要甲你堵要害，还是要甲你讲头的时阵，你通安尼动一下。其实咱人吼嘛无遐简单吼，你堵两刀，你人就。拗自己无啥可能，无遐简单啦。你若要害拢有保护掉的吼，其实吼无遐危险，所以你手头要有一寡物件，但是你的物件是平常时通藏着，袂刺激到对方的物件，毋是攻击性的物件，你准备着，你若这三个部分你有做着吼，其实若真正讲对方是有伤害即个动作，是我想。点完吼，应该嘛是真安全。像阮以前嘛捌拄过讲，阮出门去上班，迄个勤务吼是，譬如讲我要去分局，是要办代志，我身躯啥物拢无，连无线电都无炸。拄着一个民众讲，阮遐一个老阿伯讲起笑举菜刀，你四界看到邻居就一个妄想症，讲因某对人走，然后就摕一支菜刀徛喺巷仔口，看到人伊就要甲喷。阮叫路边人砸落来，要安怎阮身躯也炸一支兵尔，但是阮就。安全摕安全帽，万不幸若要安怎？你通靠近的时阵，你手头摕一个物件警戒一下，伊若要甲你伤害的时阵，你通动你的要害，你才等机关，还是讲你才叫警察来。其实你若做会到这个方式的话，其实你会减少这个伤害。有影吼，减少伤害是咱第一步啦吼。真正吼，看到讲这个人已经气压，咱其实嘛唔免甲伊吼硬起冲突啦吼，这是保护咱吼，咱讲头一步啦吼。但是咱嘛讲着讲，即阵内政部伊就讲吼，爱加强夜间的巡逻啦吼，提悬咱的这个看见警察的这个比率吼，是添着恁的。其实吼，咱讲治标治本吼，这连治标都无算。治标都无算。连治标都无算啦。其实因为你像讲，你进前迄郑捷捷运的案件。一个捷运点管都要一个警察，是做偌久，差不多2个月。因为无可能嘛，你若万不幸你公车点管若发生这个代志，要那毋着一只公车要配一个警察，这个代志是做，互民众看到讲阮有得重视，
吼啊，互你知影讲这个期间你会使较安心的，但是这毋是长期的啦，这连治标都无算啦吼。你治标就是讲你平常时你的安全要安怎顾，你警员到现场了，你要安怎处理，你的教育、你的训练，吼啊，佮甲这店员吼，甲因教育讲哦，你要安怎处理。啊，你若长期来讲，真正治本就是你的社会安全网，吼，还是讲咱对这个精神病患这个标签化、污名化的这个情形吼，爱减少，因为咱若大家人拢知影讲。精神有病，这是一种病，毋是一种罪。OK， 吼，大家拢会使去看医生。吼，啊，真正危险的人，其实精神病内底的人99%是安全的啦。但是你要找迄1%有问题的人出来，你就是爱大家拢爱有这个意识，讲我若有啥物状况，还是我厝的人吼，阮囡仔有啥物代志的时阵，爱去看医生，爱来评估讲伊安全无，还是讲伊的这个病有危险无？咱才会法度甲这个人找出来，这才是治本。有影啦吼，治标治本吼，这吼提悬咱讲吼，看起警察率因真正介辛苦吼，一工爱顺咱讲吼，超伤2抓啦吼。你即阵吼，若个讲哇要提悬吼，2摆变3摆，3摆变4摆，若个发生落去变5摆，啊其实安尼吼，治标都无算吼。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部分社会安全网规这个建立吼，才是吼正办吼。另外，咱嘛阁讲到吼，即阵咱防疫有够成功，咱看到讲最近吼，嘉陵已经10几天吼，但是咱一直有这个大家吼真有这个吼。无论讲伊是伫工课场头顶吼，真尽心尽力也好，还是伊对防疫真有概念，还是讲哇，这根本就是咱讲企业界吼，一定讲哇，你着强制，咱都要遵照着咱讲指挥中心安怎做安怎做啦吼。啊，这回嘛改用吼，这个录音的方式要来吼取代咱讲口控这个部分吼。尤其咱讲喙炎真正过去咱讲吼，伊是主动疫症的一个方式之一，但是咱即阵搁回头来想啦吼。因为这件代志吼，失去掉吼，咱讲哦，已经发生着误诊这个代志，咱这个喙炎政策会当安怎小可调整无，还是根本就免调整呢？咱爱喙炎的政策吼，爱安怎调整吼，爱看每一个国家国际是无标准啦吼。但是咱即摆想，咱就应该知影讲喙炎是真重要。咱看这个，过来大家过来 review 一下吼。这个真重要就是讲吼，咱。正病即个就是讲，一个人会当传染几个人吼，啊，这是伊开始武汉的病毒的时阵，迄是一个人传2个半人的时阵来看。啊，假如这个口罩的效力是100%的时阵，啊，戴口罩的人是100%的时阵，伊就是0。OK， 啊，伊就很快就无去安尼。但是你会当看讲，但咱知影咱大的这个手炎毋是100%，差不多70-80尔。啊，戴口罩，咱即马应该是真接近100%，所以70-80甲100%嘛是真好啊。因为这嘛是比1吼，差不多而且比1佫加减足济。意思就是讲，疫情若起来，马上就无去安尼。所以咱了解这了，咱嘛知影讲，啊，其实若无100%，小可几个人无大，嘛是实在是无遐重要，无遐要紧啊。对，所以你即马即个超商的人，你人较少的时阵啊，尤其是3更半暝是无真侪人，毋是讲一入来啊，就真侪人会甲接触到啊，就变一个爆发安尼，无即个可能的时阵，咱容忍度嘛会当稍微较悬一点嘛。当然，这是咱事后来看的，大家。指挥中心嘛是应该，大家拢管好，但是咱即马回头来看吼，嘛毋是讲爱100%，这是真重要。所以这政策来讲吼，咱会当看讲，踮咧英国吼，英国人今年7月19的时阵，伊就完全松绑。啊，咱实在是会记你讲吼，咱看讲英国伊迄阵吼，英国迄阵的案例其实还佫足济啦。是。英国这个案例啊，这是新加坡，这是新加坡啦吼。咱看，毋是这新加坡，英国这个案例，你看7月19开始第3波，迄顶头是确诊的人数，下面是死亡。好，伊即摆迄阵开始，你看伊根本伊就差不多，伊的迄个 R0是差不多1啦，是，伊就差不多拢无减嘛吼。但是伊迄阵手安政策就完全松绑，但是是安怎？伊甲你讲甲真清楚，伊讲。手安政策松绑，毋是甲你讲即马无风险，是甲你讲即个责任放在交互你家己来决定。
你边仔若拢无人的时阵，你唔免挂。你若去公共场所吼，啊，你甲真足属真济你唔捌的人，比如说公车上面吼，捷运上面，啊，就足济即款你唔捌的人，啊，你走了嘛，唔知影啥物人的时，你就大起来。是，吼，所以啊，特别讲咱踮遮，咱拢知影互相认识，咱有这咱就甲摕落来。所以一变啊，英国嘛有去做一个调查，讲啊，即马松绑了后，到底大家有大无大？是。8、9成的人踮咧城市，住咧城市，拢啊，就是挂手啊，咧公共场所。所以这是一个公民的素质啦。咱的其实咱一直讲咱台湾公民的素质袂歹，咱拢感觉袂歹。当然有台人的个案，这是爱检讨。咱等一下会来讨论讲有阁有啥物会当来做，但是。overall 来看吼，全国咱素质应该是袂歹，但是咱的指挥中心一直唔敢甲这个交互咱家己来去做决定。对，咱是安怎安尼，咱嘛唔知影。但是咱即摆会当来看新加坡的案例，吼，新加坡甲咱就民情就较差不多，较共款吼。因嘛是讲吼，对，就是因，你看因本来拢足无，旧年拢。拢病啦吼，啊突然间呛管。啊，呛管的时候，伊呛管迄阵是安怎？你知影？伊应该迄阵，疫苗已经注2档注到80几%，是，伊松绑，结果疫情一直开始。但是伊即阵伊袂当，虽然松绑，伊口罩一直爱搁戴起来。是。伊讲啊，即马甲问讲，你当时会当摕落来。伊甲你讲吼。咱看另外一个，是迄个接种率，这个对。伊讲吼，遮个较老大人的遮吼，啊，阁有几落万人吼，无来注意风险。因住完的时阵，咱才个手安摕落来。老大人啦吼。老大人，你看伊这应该80岁以上，已经迄条线我甲伊画起，迄条线是90%，有影，9成。是。所以干那80岁以上吼。80几%，伊讲安尼还阁无够，还阁无够啦吼，还阁无够。伊讲这万几人爱大好，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民情是无共款，吼，咱家己爱来摸索来想看卖啦。有影，咱讲到这个肺炎这个政策吼，过去咱讲有看见5站吼，亲像这款的这案件，啊无吼，就是有一寡人吼，真正这个道德勇气嘛真好啦吼，伊会苦劝别人吼，伫咧路里看到人讲，哇你无挂肺炎，伊其实会甲伊苦劝讲，你是毋甲肺炎吼提起来，还是挂起来吼，啊真正是保护你家己，但是这吼拢受一寡这个美感吼，啊头拄嘛讲着吼，指挥中心什么时阵甲这个吼权力？交互咱台湾人来去做决定吼，伊相信讲其实也是有亲这款案例吼，无挂也是无要挂啦吼，也是真济，咱拢看到都市尔，其实中南部遮吼，有诶叫伊挂就是唔挂吼，也是真济这个蛮皮诶人吼，所以咱讲真正要甲这个权利交互伊，指挥中心可能看到讲其他城市诶案例，虽然咱嘛知影这个湘北市吼过去是重灾区啦，但是全体来讲，若是吼因应这个秋冬来临了后，咱。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思考，啊，另外咧，咱个讲到即回即件案件吼，桃园龟山即个店员吼，其实伊即阵伊讲吼，伊登记食药啊吼，记忆袂清楚啦吼，无感觉有害人吼，伊是安尼咧做辩解吼。另外一个报道，以杀人罪吼，以上吼，即个侦办先做来看。有民众放火伫超商门口表示哀悼。桃园市龟山区2日透早发生大班超商店员放走无挂喙暗10个人，所害提刀毒血事件。专案依照杀人罪移送地检署侦办，后检方审案。被告蒋姓男子经检察官讯问完毕后，认为其涉嫌杀人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已向法院申请羁押并获准。虽然9个人犯案了后当庭被抓，到案辩称登记食药记忆登记，知影有杀人，不过无感觉到家己杀人。法官审问了后认为，依照证人讲的现场监视画面、检方笔录甲现场采证记录，确实能认定被告犯嫌重大，上轻本刑40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而且有逃亡的嫌疑，裁定羁押无禁见。本院法官讯问时，被告确实有这样主张，但是此部分的话牵扯到责任能力的部分，就留待将来侦查中是否要属托专业的鉴定机关为鉴定。囡仔饲到30岁啊，安尼互因迄落啊，做唔甘啊，咱检察官去办啊，
社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就好了。桃园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医直至透早去桃园殡仪馆为体解剖调查清楚确实的死因。死者的老爸也亲身到现场真艰苦，感觉后生死甲真冤枉，希望社会还因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讲到吼，这位嫌犯吼，伊辩称讲伊登记这药啊吼，记得无清楚吼，无感觉有杀人吼，啊，即阵是以这个杀人罪吼来侦办吼，这是咱看到11月21发生的这个案件吼，啊，其实咱5月17的时阵吼，甲9月、10月拢有发生吼，亲像这个口腔喙癌吼被伤害这个事件，无一定伊有精神上的这个吼疾病，啊，但是有的就是这种刺牙的人吼，这个真恶啦吼。所以吼，亲像讲吼，无滴喙癌吼，这个伫土城吼，啊用这个安全帽牵这个店员的这个头壳啦吼，用伤害罪来甲送办吼，啊屏东高手遮吼，只是有视觉吼失调症的这个部分吼，伊的这个双蕊目睭，这个店员的这个双蕊目睭吼，去互挖出来吼，即阵吼以杀人罪吼。未遂罪然后来上班。另外，咱讲桃园中立遮受这个食酒醉吼，来甲这个超商买物件吼，啊店员共款来甲口坑啦吼，伊是用这个吼，咱讲吼骨头啊来摸这个店员吼，嘛是共款用伤害吼罪来上班啊。所以咱看到讲遮吼，拢总有无共款的这个案件，有真正啦本地的刺激起来，啊可能有的人吼心理上。有一寡这物质吼，精神上嘛有一寡病伫咧，啊，另外咧就是啉烧酒醉，这3种吼，其实3种方式啊，是讲3种处理这个办法拢无共款吼。啊，头拄咱嘛讲到社会安全网，若是真正有去吼求助，加这个医师啦吼，精神上真正有各样的人吼，恁会安怎个建议咧？这是政府咱咧做讲社会安全网，尤其对这精神患者啦，吼，啊，精神患者内面大概这种的，阮惊伊家己吼自杀，还是家己伤害家己，啊，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会是吼去伤害到别人。OK。所以政府本来是开足侪迄个资源吼，尤其咱的健保较好吼啊，所以所有的在台湾来讲，所有的精神患者拢会使哦由健保来付钱来食上好的药啊。但是问题是讲，啊有一寡患者吼，伊本身家己无感觉家己有问题，还是讲伊家己药啊吼。偷偷啊念，还是偷偷啊减，啊无照起工咧食。啊，当然另外就是讲，除了药啊以外呢，咱若是看到讲，在社会内面有一寡较弱势的家庭，所以厝内可能父母咧冤家啦，吼，还是讲经济有问题，吼，所以不只是干那精神患者，咱政府对这社会安全网，吼，嘛对这针对这弱势家庭，吼，啊要安怎互家庭，吼，会使，吼。紧急的来对这有问题的患者吼来做一个帮忙处理。啊，你看咱这个个案吼，伊是3届来这个超商，意思讲，伊第一届入来时阵，啊可能去冲突，啊心情都无啥好，啊转去毋知说摕药食，还是咧创啥，啊搁过来，啊第3届才来举刀来杀人。啊，若是讲这厝的内面有人去注意到伊这情形的时阵，会使紧急来甲帮忙，啊可能就使避免这悲剧的迄个发生。所以我想，不只是医疗方面的帮忙，其实警察方面吼，警察嘛有足多迄个尽力来这个所在。比如讲，咱台湾咱有专家亚洲吼上先进的这个精神个卫生法，啊在内面呢，若是讲你这出来，还是讲你伫路顶吼，看到有敢若精神的患者，啊有一寡风险的时阵，伊紧甲里长还是甲警察讲的时阵，啊是警察呢，啊你看讲，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时，伊会叫阮值班的医生，吼，咱政府有值班的医生哦，随医生甲迄个警员呢，啊来甲现场啦，啊看伊是需要治疗，还是讲需要用警察用迄个法律咯来甲拘禁，啊这嘛是尊重这患者伊的人权，因为伊是病人还是犯人是无共款的，啊若是病人伊是需要咱帮忙甲治疗，所以我想这件代志，这件即马已经进入到司法的迄个侦查，啊所以后壁可能就是爱送迄个所谓的咱讲精神鉴定，啊才会了解讲伊讲的。到底伊是真是病条的问题，还是讲伊真正药啊食了讲，人马西拢唔知影，啊，这经过
司法鉴定，才会听了解真相。是，咱警察是第一线这个人员吼，但是咱嘛讲到吼，安怎去分好清楚伊吼？尤其警察嘛毋是这个医师啦吼，恁咧第一线吼，实务上恁若拄到这款这个问题的时阵，安怎去评估一下？哦，因为这个问题吼，伫几年前就是迄个正大的摇头哥的时候吼，其实大家都一直咧讨论这个问题。啊，对于警员现场来处理来讲吼，伊上麻烦的一件代志就是警察吼。通常来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啊过来才是消防队，啊过来才卫生局的人吼来看讲这个人有过去有啥物病史啥无？啊，你对警员吼，你平常时处理这个有前科的人啦，是讲有犯罪的人，伊是足简单的。我现场一看，我一认就认出来。第二就是我画电脑吼，我是查一个，性侵前科、暴力前科，虽然前科毋是犯罪，但是我会较小心，我知影安怎对付你吼。但是你对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咱知影精神病嘛是有分级的啦。啊，譬如讲咱台湾即马讲有7000几个是有可能是自杀或暴力倾向的。啊，但是这个人，你警员到现场时，其实你是唔知的。你像咱即届即个犯罪者即个社长的即个桃园旧山，伊过去的即个社经地位嘛袂歹啊，工作嘛袂歹，看起来斯斯文文。啊，但是伊举起来时阵，大家唔知。吼，所以你就算讲头一件，你若讲警察来，啊，看伊两个你冤家讲啊，卖冤家啥？伊转去，无然后第2摆、第3摆，伊嘛是故意来发这个案吼。所以讲这个通报，甲你这个咱讲横向联系，譬如讲你这个若有讲过去就诊吼，啊有评估讲伊是严重的这个暴力的倾向，还是讲伊有伤害人的过去有这个案例的时阵吼，你要安怎通报？是毋是讲警察嘛通透过一个电脑的系统去查讲，这个人是咱过去哦有严重暴力倾向啊，就医过很多次啊，被列为警示对象吼啊，这是不是咱通来做这件代志？啊，因为咱警员到现场的时阵吼，你甲兄弟讲话，甲一般的民众讲话，甲你知影有精神问题人讲话，是绝对是无共款的。OK， 吼，所以你若事先会知影讲这个人是啥物情形，吼啊，你的处理，还是讲你要叫消防队，还是要叫卫生局的人来吼，你嘛较有一个依据。啊，其实我是感觉这是咱通啊去讨论的问题。啊，就是咱讲有的人常常讲吼，咱去检讨这个社会这个安全网的时阵，是毋是讲安全网是毋是对这个犯罪的人吼，甲保护？其实毋是啦，讲没有保护被害者，其实毋是。咱就是要先找出哪些人哦有可能犯罪 ，OK， 哦，伊有问题。第二就是你了解伊的原因是啥物，啊，第三你就在减少因犯罪这个数目嘛。是，安尼才是真正去保护被害者，因为下摆被害者会变少。有影吼，咱讲吼，这个被害者安怎去保护吼？咱讲啊，有个人是我讲啊，是安怎要保护这个加害者？亲像咱讲吼，这回出代志有一寡这个精神上这个问题吼，但是咱讲真正啊，甲这安全网拢建立了。这个被害者才有完全吼得到保护了这个部分，这是左边吼头拄啊甲咱说明吼。另外咱讲到吼长期吼可能精神上有压力的人，精神上有问题的人，有毛病的人吼，其实咱讲伫咧透过实习，也是讲吼精神科吼方面的这个救助吼嘛是真重要吼。过来咱请教何教授啦吼，你嘛有一张咱讲吼这个 CG 吼会甲咱说明一下，咱讲食什么，还是讲甲其他国家比较来讲吼，咱这个 homicide 的这个率吼比率，还是讲咱的这个吼有这个有疾病症头的人吼，其实会当较减少啦，食什么咧？对，咱即马来看吼，杀人的人最终吼，伊拢爱去监狱内底，伊是犯人，对无？但是咱即马回头来看，有真侪研究吼，对犯人的研究吼，就是讲有暴力倾向，咱拢讲暴力倾向，对无？伊就是情绪无办法控制，啊，就忽然就会爆发吼，对别人啊，有时嘛是对家己吼。所以踮咧监狱内底开始英国咧做研究的时阵，因就去看讲，有啥物伊食啥物物件吼。会安怎？就感觉迄阵就一直感觉讲吼，Omega-3，咱大家即马新的父母吼，拢讲 Omega-3足重要。我囡仔咧大的时阵吼，一定要互伊食，保护伊的脑袋好。咱就拢知影即款代志。其实咱知影吼，从流行病学吼的观点来看吼，即个暴力倾向的人，头一项，伊真侪人细汉就被施暴过。OK， 就是虐待儿，吼，这就真重要的，这是一个前驱吼。但是咱即阵咱要来讲的是讲，啊，即马现时有啥物代志咱会当做？就刚刚讲因Omega-3无，因就搁一个研究就讲，啊，咱甲补看卖，啊，就甲伊补了后，
在监狱内底你的观察，哦，伊的暴力倾向真的是减掉很多哈。啊，这是这款研究是真济啦吼。啊，佮另外一个就是讲，对咱专讲吼营养调查，迄是咱政府咧委托吼，迄学术单位去做的吼。是。就一直有感觉讲咱。有真济大部分的人吼，唔是这个营养素缺乏，就是迄个营养素缺乏等等。所以，咱虽然大家咱是一个真有钱的国家，但是咱人民虽然唔是讲真善，咱是伤肥，但是咱食的无够好，营养素无够吼，所以。从那个观点，咱来想看，无咱来看一个另外一个，这是这个图是真有 credible 哈，因为这资料拢是来自这国际组织哈，WHO 也提供说 Omega 3就是吃海鲜的这个量是怎么样？这个 X 轴的是海鲜的量，食海产的量了哈，一条了哈。啊，这就是这哈，我们就是每10万人哈。杀人犯的比例哦，几个人？当然有一寡这个社会因素伫内底，但是伊若是用这个 seafood 去食海产的量，有看到来看整体，咱敢若看整体啦吼。你就看讲啊，当然每一个国家民情无虾米共款，但是基本上你看了一个负相关啦。OK。啊，我甲遮一寡吼东亚的人吼，咱对。渡边开始，是，吼，迄个红线，迄个是中国，啊，再来新加坡，再来南韩，韩国，然后再来香港，香港，吼，啊，再个日本，咱来看，这是，就是一个负相关啦，就是愈来愈，你迄个食的愈济，你犯罪率愈低，咱东亚的人本来可能犯罪率就无遐悬，所以这大家即马吼，最近在Australia 非常注意这件事情，因你知 Australia 因就是犯人起家嘛，对不？拢英国人迄犯人去遐去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因对这真重视。所以因即马咧做一个研究，然后要去甲伊试看卖，讲安尼咱会当来检的。你若踮咧监狱内底有这个现象，可能遮的人，咱是毋是对角拄啊有讲7000人有暴力倾向？其实我逐工吼有时看新闻，拢看到讲足侪迄。犯罪人吼，伊为了一个芝麻蒜皮的代志，根本就唔知虾米，根本一点仔重要都无。就气压呀！我看你，我给你看一下，看袂关系，就开始杀人啊！安尼是足可笑的。咱是还是应该来做一个研究，看讲因是毋是吼营养的部分，咱会当来补一个。虽然犯罪有真侪原因，但是即马这咱会当做呀。拄爱咧讲治标啊、治本啊，啊，咱来会当做这，至少对一寡人有嘛是讲有一点仔较有帮助的。是啦吼，这是对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整体啦吼。虽然伊讲大家拢有食，但是一定有嘛是有人无食，有影啦吼。因为这是看一个国家嘛吼，一个国家的整体，但是每一个国家讲真最。食真济嘛是有一个人，有一寡人无食，吼，咱就来去看这每一个人的关系啦。是，所以这个部分吼嘛，提供吼这个观众朋友做参考啦吼。当然，咱台湾是无伫这个研究在内吼，但是咱嘛会当吼未来可能会当去吼做这个方面。做一个研究来看卖，看这有帮忙还是无帮忙。有影吼，继续搁请教医师啦吼，安怎看这回哈？咱讲到这个seafood consumption 吼，就是食海产的量，甲咱讲吼，可能有一寡这个犯罪这个情形。我想迄个，阮有一个学问，就是营养学吼，尤其是营养精神学。Omega 3然后啊 ，DHA 这鱼油吼，啊这若伊就较深度的，迄个浓度较悬的迄个鱼油吼，啊确实哦，阮来研究讲对油准、物质症是物质症是有帮忙的吼。啊，另外当然，国外的研究嘛讲，你食糖食伤济，你囡仔吼，你食伤济糖吼，啊脾气也无好吼，啊控制了会较无好啦。所以我想，个人的这个营养的选取啦吼，啊食食的这个条件吼，啊这是对情绪的迄个控制有帮忙。有影吼。但是另外我想，当咱即马咱台湾的这个健保遮好吼，所以其实阮即马精神科患者是足侪啦。OK。咱因为咱为9·2医疗咱的过啊，这个灾难的这个情形发生了吼，咱台湾嘛足侪心理治疗，也是心理咨询啊，辅导的这个学习吼，拢建立。所以即马规台湾，尤其咱台北市这都会区吼，
这心理资源其实是足济。所以就变到讲，咱一般民众吼，要安怎会使提早去了解讲，你身边的人可能有一寡这情绪控制无好的问题，伊无一定是精神病，就是像讲他教授也是就讲的讲，伊的就是。更平时正常啊，袂卡的，是，就人若安尼讲话较硬声啥，伊可能都压起来了吼。咱头拄讲，除了这个人的方面吼，他看超商伊就讲，咱莫用店员直接去讲，是，咱用迄个录音的方式，安尼就较忠实。毋是伊，我试一下，伊就讲 AI 可能顾客为着防疫那喙炎爱挂好。另外呢，咱嘛一寡方法就是讲，当我头讲，话一开始硬声，开始咧讲话咧大声声时，咱即马超商拢有迄个录音迄个机嘛，讲神神，你吼，你可能你行为较注意咧。阮即马拢有录音所以你可能爱注意一下个为着防疫的需要，还是讲为着这个迄个社区的安宁吼，你啉酒醉淡仔较重声阮这录音到时会当会。迄落吹嘛，所以适当的迄落加提醒的时候，提醒就好啦伊可能就我真正在有录音咧，到时人啊调录音调出来，就会出代志。所以我想一寡这训练会使减少这种暴力的发生啦。有影讲到这个店员自保的这个方式唔那敢若这个超商的拄着其实咱看到讲伫咧真济场所，尤其咱台湾服务业真济啦拄着这款的也是讲真正，咱讲拄着这款的这个奥客真时常听到啦但是安怎保持着家己，保护着家己，因为咱讲可能你趁这个薪水1点钟互你200块加啦但是咧拄着一条性命安尼就拍算去，真正真可惜啦所以你讲有一寡这个自保的方式，莫甲讲我要报警卡袂着，伊就讲哇，你咧甲我激另外咧，咱讲有一寡这个方式，亲像咱讲这个警民连线这个甲饲落去，咱讲警察知影即款代志尽量保持伫咧安全距离亲像即回这个案件咱讲这个超商店员伊已经来到这个外口看到讲这个野刀的人伊真正肉身的这个攻击，伊无法度来去阻挡另外，咱讲到即阵现行的这个法规，就讲到咱传染病3000至15000块这个罚金最近咱看到讲针对着医疗部队已经加重伊的这个刑责，保护医护人员，但是亲像赶快咱咧做防疫但是这个店员咧，伊嘛是防疫的这第一线安怎来讲，因是用着什么法律，其实拢无啦伊讲超商毋是特定的这个行业，敢若会当依照这个刑法伤害罪杀人未遂罪啦这个来去救济。但是咱头拄讲到，什么罪拢毋是上大的这个办法啦上大的办法佫是啥物的所备？对，我其实是爱甲大家讲有一个观念就是讲虽然这超商的这店员大家拢足认真的但是你毋是卫生局的人，你嘛毋是警察就算讲伊无爱滴这喙暗，你甲扣劝甲强制叫伊滴，你嘛无法度罚伊15000块，伊嘛是卫生局爱去罚的，要找这个人嘛是警察机关爱去找啦你有责任心，但是你毋免甲这工课拢揽伫你的身上。譬如讲，你伫路你开车看一只车弄红灯，你一定是用行车记录器翕起来交警方检举，后壁甲开单。你袂讲我时速200甲冲去头前甲动落来甲砸落来，讲你刚才闯红灯不行，只照你讲你安尼是唔对的啦但是你若像这情况，你甲考劝讲你戴个口罩好不好？无爱啦，我就是无爱滴好，无要紧，你就一个人两个人，咱何老师嘛甲大家讲，其实。无差一个两个，是你监视器画面，是附近的店家，这人一定毋是头一届啦，伊若拢平常时安尼，你甲摕去卫生局检举啥？卫生局叫警察机关去找人，找到这个人，要甲罚3000还是要罚15000，迄就伊的代志。你的责任已经了，一个两个人真正袂对你造成足大的危害，但是你若万不幸拄着像今仔日这个精神无法度控制其实伤害是家己的身体，所以你的责任是你第一，你甲考劝。考劝了，你免甲强制，你甲相关的这个资料，还是讲咱这个录音的物件，你甲保留起来交警方还是交卫生局，因才是该去处理的人。警察甲卫生局才是爱处理的人，你就信任咱后壁其他的这个机关因去处理算讲即个抓袂着，
下摆伊嘛有一天可能讲伊嘛共款违规有可能抓到，啊无一定讲你爱一定甲伊起冲突，甚至讲冒着这性命的危险啦。啊，我是感觉讲大家家己的这个责任做好，啊，相信其他机关的人吼，伊嘛做好因的代志，啊，咱大家嘛有这个概念吼，啊，这是上重要。有影吼要追究这个咱讲人客这个部分吼，事后拢有办法吼。啊，你若是讲吼真正一倒拄落，你拢无啥物办法去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吼，针对吼这回这个事件，尤其咱讲今年已经发生过5案例啊吼。咱看到讲有这个教育学院的这个院长讲吼，是咱这滴喙炎已经是咱生活上的这个吼，事上的这个规则吼。店员来做提醒纠正无毋对吼，啊业者无法度主动你的人客来上门吼，啊店员吼嘛爱学习就讲哇，这个观察这个本领啦吼，发现讲这个人客哇，这个口气歹，还是讲这个态度歹吼，你就爱捌安那闪避啦吼，闪避啦吼，秘伫咧吼，咱讲办公室内底也好啊，等等这拢会当去做啦吼。另外啊，建议修法的嘛有吼，这个民团大学犯罪防治系这个副教授，伊安怎讲哦？建议政府来修法吼，纳入去员工伫咧工课场吼遭受到不法的这侵害，啊，甚至讲立专法来保护高风险职业班的这块人员吼，啊来补破网吼。另外，咱看来讲过去嘛是这个警大教授吼，国民党立委叶玉兰伊安讲吼，奉劝超商业者卖强制要求吼挂喙炎吼，啊，咱讲。卖吼可抗啦吼，可抗就是好声好水就好啦吼。尤其咱讲吼，做好防护的这安全平安会当转去厝吼。另外就是精神吼、司法精神病吼、病院者吼，爱有这个法规的这个部分吼，这都无法度对得着啦吼。啊，比较美国啊加强吼，咱讲隔班来防护吼，这是咱讲伫咧超商会当做的这个部分。民进党立委是讲啥咧？伊讲这个强化社会安全网已经进入第2期的这个计划，嘛应该了解这个凶手是毋是被这个社会安全网吼被接不掉吼，若是思考到吼接不掉吼，啊倒方面不足咧吼，若是无吼，啥物时阵咱就了解到讲，咱做较无够的这个所在吼。上尾咱过来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咱嘛讲到这个政策的这个部分吼，头拄仔咱讲喙炎啊，当时啊政府教咱家己去处理啦吼，但是咱真正台湾是真有公民意识的这个部分，啊，精神病的这个部分，咱头拄讲到透过食食的这个方式，还有啥物方式无？咱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吼，咱会记得疫情开始的时阵，去年踮咧英国啦，踮咧美国啦吼，就有一寡人会攻击亚洲人，伊咧戴口罩，伊挂喙炎哦。那迄阵就是讲，因为喙炎的历史就是开始咱COVID-19 以前吼。咱迄阵的政策，全世界的政策拢共款，就是讲，你若有镜头的时阵，你手掩挂起来，因为安尼你就袂甲你的病毒啦吼，即个病源安尼逐位传吼。啊，但是 COVID-19 出现了，因为咱拢知影讲吼，有镜头以前，即个人就开始会当传染互别人，所以咱毋知，因为咱安尼咱就袂使，咱就毋知影讲什么人爱挂着，爱挂喙炎，就逐个拢挂起来吼。知影这了后，咱就知影讲，即个喙炎是吼，互咱保护咱袂保护别人啊，保护家己。最主要是保护别人。OK。所以即马咱开始咧讲保护别人的时候，因为咱已经挂即个喙炎挂差不多你要2年啊。吼啊，逐个是真艰苦安尼。伊头一个就是你袂当知影别人的表情是啥物款，啊，咱嘛袂当用咱的表情来传达讲咱是友善的，吼，咱干那目睭就较麻烦一点嘛。所以对从这个角度来看吼，喙炎是一个麻烦的代志。但是大家本来是想讲，哦，咱疫苗拍完的时阵，咱注了，大家拢注化，咱就甲喙炎摕落。即马知影因为变异种的关系吼，迄个保护无遐悬，保护效率对传播的保护效率无遐悬，但是对重症甲死亡嘛是还佫差不多有8、9成啦吼。所以这个时阵就变讲喙炎爱佫挂起来。因为这变成，这是真重要，这2项疫苗甲喙炎，你一项拢袂当减。但是吼，就是讲，你爱想看喙炎的重要性，就是咱踮咧无疫苗的时阵，伊保护咱1年外。有影。啊，但是即马开始有疫苗的时阵，大家较松呀。大家较松。即马咱就想讲是安怎即个店员吼爱去甲伊迄落提醒，因为经验就是讲，即马若有一个确诊的人的时阵，咱的指挥中心就来，要甲你关起来，
然后就甲你封起来，啊，你几工就袂当营业，袂当营业。可能这款的政策嘛，爱慢慢啊来松绑，因为无这个需要啊。你爱做这个，你去做这个代志，就是讲预防吼大爆发。是，即马这个大爆发的机会真少啊！你就因为大家拢疫苗嘛够啊，疫苗够啊，啊，搁大手啊，这个情形，你就互伊。小可去传染，拄啊！你看到的英国，另外你看到的新加坡，你看伊一天确诊人数，你甲看，新加坡嘛是千几人，几落千人吼，啊，英国嘛是一直拢几落万人，一天哦几落万人，人无咧惊。我若死的人无遐济，病的人无遐济，我的医疗的资源有够。轻症莫动症，动症莫死亡吼。所以。一个政策吼，唔是干那手啱的政策，是所有的政策才会互人会当安心来做这个代志啦吼。所以咱知影讲手啱的这个常识吼，大家即马拢有，咱拢知影讲伊真重要。包括西方人嘛是知影吼，你看伊即马知影啦，对，伊嘛知影，伊即马较袂去攻击亚洲人较袂啊。所以这个咱即马这个常识出来了后，咱就知影讲，咱家己来试看卖。所以指挥中心当时会当做，我是感觉讲吼，差不多到明年年初的时阵，咱旧历年迄阵吼，看咱疫苗施打的状况。但是我有一直咧注意哦，一直咧注意咱国家吼，上尾一边咧公告讲，什么族群打住偌济人的时阵吼，一边是10月17，另外一天是10月27。中75岁以上，也真低啦吼。啊，佫真济，而且拍一剂的人，一档的人吼，减1点嘛，就是加1点点嘛。意思就是讲，无要来住的人，就是无要来住。这个人，咱爱想办法去甲出来。新加坡的政策就是讲，你这个人无要出来，我手也袂当摕落来。但是我是感觉咱无一定是安尼啦，因为咱本来甲新加坡就无啥共款，咱搁较自由，咱本来比新加坡就搁较自由啦吼。咱是一个真自由的国家吼，咱即摆就要来试看卖，到迄阵看疫苗做到偌济，安怎搁甲即个时大人搁来带出来住，拢会使的时阵，啊，咱手也会当松绑，啊，就毋免遐麻烦。但是大家拢有即个尝试讲，我要去坐捷运，我嘛是挂起来。OK，咱有即个习惯啊，虽然法律无甲你规定，咱嘛是有即个尝试讲，这是对我好，对别人好，对我家人好。对不？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来试看嘛，咱公民的素质是偌济。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指挥中心虽然咱即阵了政策可能也无完全会当把这个喙炎摕来，但是咱已经有当时啊养成一个习惯吼，咱就继续来去做了吼。啊，另外嘛，针对着吼这个超商店员吼，第一线人员真正吼，对着咱嘛讲着这个供应者，会不断去提醒着这个人客吼，即阵上大吼，因做出来这个指引就是讲呼吁吼。真正爱为着自身的这安全做优先的这个考量吼，用着吼打这个告示吼，头拄啊吼要入来时阵，你咧扫这个 QR code 的这个时阵，吼边仔嘛打一个告示吼，家己的这个安全家己顾啦吼，喙炎你都要治起来。另外广播的方式吼，取代吼咱讲这个口头口腔的这个方式吼，但是安尼吼真正嘛是治标无治本吼，咱讲吼有诶要治的，就是要治啦，无治的还是毋治啦。但是咱讲吼防护啦吼，无论是店员者，还是咱头拄讲对家己的这个防护啦，上尾过来请教吼。这个医师吼，甲咱做一个吼总结的问题咧。啊，我想这发生这代志啊，大家社会拢真震撼，啊嘛是真遗憾吼。所以就是主持人讲的，咱安那对这精神患者，还是有暴力攻击的患者，吼，除了咱的医疗的安全网去甲弄好以外，啊，另外就是他咱咧讲啊，咱这第一风险的这超商啊，尤其是半暝的时阵，啊，孤单一个人的时阵，啊，要安那有较好的这。即个性的迄个训练，啊，互伊了解讲，啥物款的这个顾客可能都是有暴力攻击的迄个现象啊，伊赶紧来防护，啊，另外就是警察这边，咱有快打部队，啊，会使知影这个风险的时阵咱紧饲迄个电铃，啊，警民风扇吼，啊，紧来保护伊。是啦吼，咱嘛讲着吼，这个警察者吼爱出真济力，但是咱头头讲着吼，内政部这款的这个政策吼提悬，吼看见警察这个比率真正是会舔死着这个第一线的这个警察人员吼，所以咱头拄嘛讲着规个这个社会安全嘛建立吼，上尾赶快要请教吼左边来
甲咱做一个结论。是第一，就是咱社会观念要改变啦吼，这精神病患的咧，这个照顾吼，甲看医生咱爱加注意。第二，就是讲咱这个社会安全网的这个通报，互相的通报，甲这资料的建立，咱来做。啊，第三就是拄啊，有甲大家讲吼，你平常时你若拄到这个情形，就要安怎保护家己吼，啊，大家爱有这个重视啊，大家去记住安尼。有影啦吼，上尾赶快，何教授。咱即马做即马遮个问题，拢是要防疫啊。OK。咱即马防疫，咱即马咧防啥？开始，咱想讲会当甲即个病毒安尼甲伊阻断，咱就无去啊。咱拢互大家都真欢喜安尼无可能。即马咱知影讲这无办法，咱爱有一个真即个共识，就是有一个远见，讲知影讲咱爱甲即个病毒吼。共同存在哈，啊，共同存在，咱嘛不是讲凊彩存在，咱是要优雅的存在，我们要安全的存在。所以一个健康的身体是真重要。所以你只要你受到感染，你若无重症，嘛是就无要紧。但是同时你嘛爱保护恁兜的人，保护你周遭的人，所以你嘛是爱注意风险，然后爱挂这个手安吼。啊，你厝里若有老人吼。伊因为什么原因无办法，真正是医疗吼，身体的原因无办法来作用下去，咱就对伊个特别较注意一下。然后回头说，咱这个健康的身体是要安怎来？其中一个上重要就是营养啊，食吼，食就是运动啊。所以回归到营养，就咱拄仔讲的吼，是安那欧米伽3重要。欧米伽3是维持你脑神经正常功能的一个真重要的对。咱知影讲囡仔爱，其实咱拢唔知影讲大人也是爱，维持你。